澳門國際機場持續喺減碳方面進行規劃同埋實踐。自2014年取得機場碳排放認證以嚟，我哋已經累計減少咗4000噸嘅碳排放，相當於100萬棵樹一年嘅碳吸收量。為達到更高嘅標準，我哋喺2022年啟動升級去到第3級別嘅認證，將管理範疇由自身營運擴展至量化，並且管理超過60間機場營運商嘅碳排放，並系統管理飛機升降、交通運輸同埋日常營運等等嘅全面碳排放。透過設立專責架構，制定管理計劃並且推動協作，我哋已經喺2025年嘅11月成功取得機場碳排放認可計劃第3級別嘅認證。呢一個係標誌住我哋進入減排新階段，並規劃喺未來10年實現碳排放再減少20%嘅目標。我哋嘅環保承諾亦都體現喺全方位發展裏邊。喺填海工程中，我哋堅持綠色低碳方針，使用惰性物料，並且持續進行環境監測，平衡發展同埋保育。同時，我哋積極應用可再生能源，例如喺辦公大樓嘅天台上面安裝太陽能系統，所產生嘅電力同澳電並網連接，推動綠色能源共享。由系統減碳、生態保育去到綠色能源，每一步都係對可持續未來嘅切實行動。澳門國際機場將會繼續引領業界向綠色低碳未來穩步前進。